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索然。今天我给大家来揭秘台州方言中的人称代词。首先是第一人称单数。一般情况下，台州话里第一人称说我，字也写作我。有些地方，我的发音乍听好像并不是我，比如椒江有些地方说啊，其实这是我的古代发音。在个别方言中得到一定的保留。温岭话中，我也有发啊或者啊的，主要是在人称复数中有所保留，比如我们说啊等，这和上海话、宁波话中的啊啦中的啊其实也是一样的，都来自我。临海话中，我发音有点特殊。有些人以为这个“孽”不就是普通话中“俺”吗？其实并不是，普通话中的“俺”是我们的合音，在古代我读成“啊”，们读成“们”，合起来的发音就变成了“安”。古人就用“安”这个字来表示，也就是今天的“俺”字。那临海话的我为何发音是念呢？我们先来看这些字。这些字在古代都属于同一个韵母歌韵。歌韵在古代是单元音的啊。日语、韩语还保留着一些唐代的发音，比如日语中可字就读咔，韩语中也是咔。不过歌韵读啊是在中古时期，大概是在唐朝。那么追溯到更早的上古时期，歌韵的字发音带尾巴，读啊，后期演变成 i。台州话则进一步演变成 a， 三门话更进一步变成了一。所以在台州有些地区读 a， 读 a， 和读 a， 各读 g， 呵呵就是嘿嘿。临海话里的我其实是按照这一规律才读 a 的，而天台话里我由变成我，再进一步脱落声母读哦。同样的道理，三门话由我变成了哦。有人说天台话里的我其实是昂，但是通过周边地区的对比，我们自然能得出它也是从我中来的。好了，这一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们点赞加关注哦。